随虔诚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大经，就是解说个正文第17页，已经上解每一节解说了。即马刷落，请咱各位将正文第18页掀开。即马对第18页，正文第18页，对头一节来甲咱各位解说。这是世人若修道，一切尽不妨。上自见机果，依道即相当。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烦恼。离道别灭道，将心不见道。婆婆度一生，倒头还自恶。欲得见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。自若无道心，暗行不见道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果。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错。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果。但自却非心，打度烦恼破。真爱不关心，忠心两却误。这段呢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劝咱世间人，应该呢爱好好来修行。尤其是在这个所在有几句啦，可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譬如讲，上自见机果，依道即相当。或者是下面所讲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果等，这呢，拢是咱伫咧学会修行的人，在每一日啦，拢用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开始。所以对这道理呢，咱不但是听，应该呢，咱时时刻刻呢，该记掉咧，时时刻刻该体会来该运用，安尼咱听六祖大经，才会当好得到六祖的法味，也就是讲六祖的法，咱才确确实实有去体会，有去得到迄个利益。在前面呢，就是讲清净心在妄心中，但只要你若是有正念嘛，就无三种。那讲到迄个所在呢，就是伫咧说明讲，六祖是一位明心见性的人。约六祖明心见性的人，伊立场来看一切世间人我是非等等啊，那这完全是空无所有。菩提自性本来具足，心虽然受到烦恼的染污咧，但是呢，本来清净，在染污中也是同款是清净。咱即马要来说来解说，讲世人若修道，一切尽不妨。世人就是咧指世间人，讲世间人若是会当来修道，一切呢尽不妨。这个妨呢，就是妨害。妨害也可以讲就是一种的障碍意思。只要你若是有好好修道啊，一切呢拢是对咱呢无啥物款的妨害，对咱呢拢无啥物款的障碍。但假如咱若是无伫咧修道呢，处处啊都拢是障碍。对于这个道理，我想讲咱现出时啊，来提出咱在家技师在学佛修行中会遭遇到的这个问题呢，提起来甲咱各位说明。咱在家技师伫咧学佛修行，有当时阵呢，袂当好真正顺境，那就是讲咱
本身要学会修行，毋过咱家庭诶人无一定讲伊要互咱修啊，无一定讲要互咱修，那当然就是变成一种诶障碍咯。比如讲咱念佛，伊讲咱念伤大声去甲伊吵着，上经咱拍木鱼、拍磬，讲安尼去甲人吵着，当然就真正一障碍。那在这个情形之下，要如何才袂去受到障碍呢？要在先教讲袂去受到障碍啊，就是变成讲咱会当好随缘，随着迄个环境来去修行。假如讲咱家庭环境是真好诶，咱家庭诶人个个拢信佛学佛，无论是咱念佛啦，无论是上经啊，无论是拜佛啦。人拢袂甲咱阻碍，袂甲咱阻挡，搁再甲咱鼓励。那安尼呢？当然你照时间去拜佛，去拍木去磬，只要你无去插着厝边头尾，当然都无问题咯。假如讲咱厝里人，伊都真反对咱信佛，要那咱要念经，无一定讲都要念出声。要念佛，嘛使念到心肝底啊！只要你心有伫咧修，时时刻刻你有伫咧体会佛法，这就是修行啊！所以这款的修行呢，根本啊是袂去互外面的环境所甲咱左右，是袂去互外面的环境呢所甲咱阻碍。所以咱世间人若是有伫咧修道啊，一切呢是真无妨。无啥物人有法度去妨害到咱的修行。事实上，咱伫咧学会修行呢，也就是爱修到这个程度呢，咱才算讲是一个有修行的人。在咱修行过程中，甲你讲，哎呀，这项的阻碍啦，迄项的障碍啦，也若安尼呢，当然咱一定怪讲，这是外来因素，是某某人对我毋好啦，或者是对这我环境歹啦，所以我袂当修啦，拢是自这个。责任半包互别人去，那事实上就是咱本身的修行功夫无够。所以过去呢，我常常在咱节目中有引起来的一个技术的故事啊，就是讲，伊讲哇，伊真有修行，因为伊是一个技术，伊讲伊有真有修行，所以当然呢，对出家人看袂起咯。但是讲我要搁较认真啊修咧，但是伫厝里呢，讲囝孙啊真吵。哇！家己呢，就去山顶啊，去搭一间茅棚，修无3个月走转来啦。为什么走转？讲山顶迄枝干迄鸟啊，咧吱吱啾啾，吵到要害去，吵到害袂当用功，所以走转来。那这就是伊本身无修行啦，所以就遮尔诚济的障碍。伫厝里囝孙啊吵，外面的车声吵，人的声吵，去到山顶本来是真静啊。什么鸟啊伫外面树仔顶伫咧吼，伫咧叫，什么也去吵着，这实在就是无修行，毋是讲修行。既然有修行呢，当然你就是一切无碍，一切无碍迄个所在，才会当好一切尽不妨。六祖大师所甲咱开示这个话呢，咱必须呢，就好好的来去甲体会，来去甲运用。一边讲上自见机构，依道即相当。那这两句呢是对面顶迄两句所刷落来。为什么有妨害？我拄则讲了，就是讲咱拢将迄个责任拢是挂互别人去。就是讲我为什么他会袂当安心修行呢？就是有外面的因素。人家吵啦，人家安怎样啦，环境安怎样啦，拢就是讲即个外面的代志。甲咱袂输我拢无毋对，我袂希望拢是别人害我，拢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下面即句讲假若若是常常会当看到咱家己本身的过失呢，依道即相当。那呢，甲即个佛法呢就相当啦。这个相当就是讲相应的意思。讲你若是会当常常看到自己的过失，安尼你甲佛法呢？就是有相应，
即两句话呢，咱应当啊，我若好好来甲伊记下，来甲伊背起来，常常来去甲伊体会，常常来去运用。在即个世间上，人甲人的相处，这是一个最一定复杂的问题。所以，咱即个世间的问题呢，会使甲伊当作讲，这就是人甲人的问题。咱讲就是人甲人的问题呢，从古早以来，咱人甲人的关系，在原始时代，人甲人的斗争，上起头可能是将拳头母烧蒸的啦，以后摕石头烧结的啦，以后摕骨仔壳烧钢的啦，慢慢再用个武器啦，刀啦、枪啦，以后呢用个枪啦，即嘛毋是即嘛人甲人的纷争啦，是用个原子弹、核子弹，愈来呢就愈严重。所以过去以来，从咱过去有人类以来，甲现在是咱人的纷争。可以讲历史呢，就是咱人的斗争的历史。那么人的斗争历史，等于讲咱人的战争的历史共款。那为什么呢？这就是讲咱人甲人的相处呢，真不容易。对大讲起来，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；，佮讲起来，可能呢一个集团对一个集团；，佮讲起来，可能是一个家庭对一个家庭。但呢，在这个家庭内底呢，你甲我呢又是共款啦，有问题。那偏偏在这个团体中，伫咧过生活人，尤其是这个团体中的生活呢，拢毋是平平共老爸老母生的。像说是讲共老爸老母生的兄弟姊妹，个人个性嘛不同啊，袂当讲意见完全共款。那何况讲是在每一个家庭出来。每一个家庭所生长出来，伊的思想、伊的习惯、生活等等不同，当然呢，就更加呢有真正侪不同的意见。所以呢，咱甲人伫咧做伙呢，一定会看出真正侪别人的毋对啊！你迄项毋对，即项毋对，迄项毋对，哇，大家拢毋对了了。但是呢，我逐项嘛是对啊，这我相信。这是咱一般的世间人的想法，就是如此。所以咱人甲人的这个纷争，这个中间呢，真无容易啊，承认讲我有毋对。只要你若是会当讲我有毋对所在啦，那呢就是甲这个道呢，就是有相当。所以才讲做相自见机构呢，伊道则相当。最重要就是讲必须呢。爱常常呢，会当互来看到自己的过失。在这个咱学过的修行的过程中，咱呢毋通只有呢看到别人的过失，时时刻刻反省自己，时时刻刻呢看到咱自己的过失。安尼迄个时阵那么咱呢就是甲佛道有所相应。叫做讲做相自见机构，异道则相当。下面讲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烦恼；离道别灭道，终身不见道。这个色类自有道，所以叫做这个色类是在指什么呢？色类就是在指胎卵湿化，或者一切众生。那这个一切众生呢，在华严经文来讲，尽法界，尽虚空。十方七海，所有众生，种种差别，种种生类，种种色身。所以这个色类者，就是在指一切众生之类啦。讲一切众生之类呢，自有道。自有道意思呢，就是讲呢，各国呢，拢有这个道。那伫这所讲这个道呢，就是这个佛法的大道，也可以讲。一切众生呢，拢有佛性；一切众生呢，拢有这个发心真理。所以呢，各不相烦恼。各不相烦恼的意思就是讲，本来具足这个大道，所以本来呢就是无烦，本来是无恼。
那将这个色类自有道各不相烦恼，这呢，甲面顶相自见机个伊道即相当来合起来说明。那就是讲，假如咱一个学佛修行的人啊，那袂当好检讨咱自己的过失，可能呢，拢只有看到别人的过失而已。那会当看到咱自己的过失呢，安尼就甲这个道已经相应了。甲这个道相应，咱本身的道，甲一切众生的道呢，同款都是迄个道。就是讲咱本身基础就有真如佛性，一切众生同款有这个真如佛性，而且呢，咱的真如佛性甲一切众生的真如佛性是同一体。既然是同一体呢，当然就无这个彼此的分别。无这个彼此的分别呢，当然就是袂互相有所妨害。这个妨害就是讲，因为有你甲我的对立，所以或者是由我的行为会去妨害到你，或者是你的行为来去妨害到我。或者是我讲一句话去伤到你，或者是你一句话去伤到我。因为有一个对立啦，所以就有所妨害。那既然佛性的本体是同一体啦，哪里有所妨害呢？当然是无所妨害。不但是无所妨害呢，也无所恼。这个恼呢，就是讲烦恼，或者是讲苦恼等。既然众生的佛性是同一体，咱甲众生呢是同一体性，无分彼此。那既然是无分彼此，对五执烦恼拢无去啦。五执烦恼无去，就袂讲我为着你来起烦恼，或者是讲你为着我起烦恼。因为同一体的物件，就毋是对立的，毋是对立的，哪里有啥物烦恼呢？所以就是各不相烦恼。那这个各不相烦恼，这句话我拄则就是根据咱佛法来说明。咱现实是呢，以世间法来说明，人甲人的中间，有的呢是绝对的对立。那这来用咱佛法讲起，就是讲真心来无结好缘啦。所以呢，就对立咧非常的厉害。这个对立非常厉害呢，这是无一定的。比如讲有当时阵夫妻嘛是对立足厉害，或者是爸囝嘛会产生真大的对立。或者是讲兄弟姊妹嘛是共款，或者是外面的朋友弟兄是共款啦。假如讲若是有的人呢，就是无有这款的这个对立的观念，就是讲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将你的代志当作是我的代志，我的代志你也当作是你的代志。那呢，两个事实上呢，身躯事件是有两个心是一个尔。那心只有一个呢，当然就无有互相烦恼啦。既然是心有一个，那么既然是大家同心同意，当然我做的行为也袂去害到你，你做袂来去害到我。你也袂看到我伫咧起烦恼，我也袂看到你伫起烦恼。这个各不相烦恼，用来去体会呢，我相信咱可以来去了解。因为众生类各国呢，拢就是有迄个佛法的大道。所以呢，各国应该呢无互相妨害，无互相呢来去闹乱。迄边讲离道别灭道众生不见道。讲假如咱若是离开迄个道，另外呢要过来找迄个道就是众生不见道。因为这个道呢是无离开咱呐。咱甲道呢都做伙，为什么咱离开这个道，要搁另外找一个道呢？当然，你众生呢根本就无法度好来见到这个道。对于这个离道别灭道的意思，这个道就是佛性的真理，就是讲咱众生本来基础着佛性的真理。也就是法性的真理，法性的真理，这就是涅槃的大道，无上的大道。
这个无上大道，咱众生本来所具足，咱会应该向咱自心来去求，回光返照。一念的回光返照，烦恼脱落了，你的佛道就显现出来。你假如讲你毋是向内面去回光返照，离开你的心，搁再向外面要来找一个佛道，也那安尼呢？愈找就愈远。所以你规世人你都无法来见到道。过去我会记得有摕一个譬如，就像讲一粒真正宝贵的宝珠放伫咱厝里，毋知几年倒位啦，找无，想讲可能是拍毋见伫外面哇，外面去找。本来这粒宝珠是伫你厝内，你毋踮内底去找，你到外面去找，愈行愈远，就离开你这粒宝珠，当然就愈远。在咱佛本中有2句话，一句就是背尘合觉，一句就是讲背觉合尘。离道别灭道，众生不见道，这就是做背觉合尘。觉就是讲咱众生本家觉性，离开了咱众生本家觉性，你去合作甲外面的迄个环境接触，这个合该当作讲接触。甲外面的环境来去接触，当然呢，你即马愈甲外面的环境接触愈济，你就离开你的觉性就愈远啦。这就是属于背觉合尘。那你这个背觉合尘，你要来去求佛法，要倒去求呢？当然你规世人你求袂当着。所以呢，婆婆度一生倒头换左。这个婆婆就是喷破的意思，就是讲你喷婆婆呢来度一世人，一生就是一世人的意思。倒头换左，讲到尾呢，这个倒头就是毕竟的意思，到你最后，我那是自己呢来反悔，自己来懊恼，意思就是讲本来佛法就是在你的心中。你无要向内面去求，你向外面去求。在向外面去求迄个所在，你求袂到佛法，到你老啦，才知讲，哎呀，佛法本来毋是向外面求，应该向内心去回光返照。但是你一生中已经毋知浪费了偌年真侪时间去迄当阵你呢，才伫伫懊恼，伫反悔已经是袂赴所以着做大师在这个所在，劝咱伫学佛修行，也是呢站在伊最根本的立场，那就是讲，咱众生有佛性，应该呢回光返照来去照料自性，来去得到觉悟，这就是修行。离开安尼呢，就毋是修行啦。所以咱有一句就讲做佛在灵山无远求，灵山只在你心头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向灵山塔下修。那这4句句呢，就是甲这个离道别灭道、众生不见道甲这是一种的对态。应该咱就是讲，毋通离开这个道来去求道，要了解讲道是在咱心中。向内面去回光返照来去了悟，安尼呢，才确实实呢，会当回来得到道。一边讲欲得见真道，行证即是道。讲那既然讲你这个道理是在咱自己，那你要得到这个道，要怎样得到呢？要做慧能大师才甲咱指示出来。讲你若是要得到真道，会当好来见到。实实在在这个道，行证即是道。因为道这个物件，这是真理啦。真理呢，这是一种的无形无相的物件。无形无相的真理，师父传予道地呢，只是在你意会。就是讲意会，就是讲只有在你心中去体会。但是你要按怎样来表示出来呢？
也就是讲，你若是有得到道的人啊，你所行的一定是正。你一切行为呢，拢就是正确。你一切行为呢，完全拢是无错误。当然，这个行为正确无错误，这正就是智慧的作用啦。咱现在是众生，为什么处处拢是错误？因为咱拢是烦恼分别心的作用。咱由这个烦恼心，由这个分别心机、愚痴心所想出来，你所想的都毋对啊！因为所想的都毋对，所以所做都毋对。咱所行就是邪。你会当行正，那就是会当发挥了你的智慧妙用啦。所以你发挥到智慧妙用，你的行为会当后来正确，那这就是道的表现。六祖慧能大师在几句话中间呢，已经将咱的行道的准则啊，甲咱指示得真正清楚。所以咱若要来得到真的道呢，就是要行正。要行正，当然就是将智慧运用。那会当安尼呢，就是当得到真正的道法。最轻先听讲，咱今天节目时间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最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